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6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先先读书台头先就来报人才。政府推出的5倍券，民众免开钱，9月中会当去登记，10月初就通领。各部会也推出优待券，共一个平台做伙登记、做伙抽卡啊。国内今仔日出现2个本土病例，另外也有风声 BNT 疫苗9月初到台湾，12岁到18岁会当大城来做。高雄有查到越南夹来鸦片有非洲 DJ， 地方政府拢开始追查，农委会也讲可能会禁止使用用品来饲猪1个月。讲到大家上界关心的，就是中央政府所推出的5倍券，民众免开钱就当去领。按算对于9月中过后开始登记，10月初就能领到咯。而且这5倍券会当使用到明年4月。国发会表示，讲即届振兴券金额变济，强化所谓，而且帮助到小店家。而且因也强调讲，这是帮助国内经济，所以外国的电商平台是袂当使用的。即马疫情有较转好，26行政院会决定出5倍券规划方案，会有3个特色。第一，民众免纳1000块就会当领，这个费用会由政府来吸收，这嘛是甲去年3倍券上大无共款的所在。过来是强化数位的部分，鼓励民众尽量使用数位券。8大公股行库卖推出优惠的方案。第三是帮助细间的店头，会以补助的方式来鼓励细间的店头甲贩仔加入数位支付。5倍券主要是用来振兴国内经济，所以会提出排除外国电商平台等等的名单。不太希望说把所有的这个资源集中在某一些的这个电商身上，不是黑名单，排除名单。那因为主要是内需市场受影响，所以是国外电商是全部排除。民众真关心当时会当领5倍券，国发会规划9月底开始会当登记预约，包括预定纸本券，也有白订数位券。10月初会当开始使用，期限到明年的4月底。甲3倍券无共款，5倍券都要登记预约，包括数位个人白订，透过5倍券官方网站，也有便利商店的数位共同白订，甲纸本的预定。另外，买当透过中华邮政的网页来预约纸本券。开放这个数位的这个预约以后啊，那要看看观察这个数位预约的状况来调整这个纸本的这个印量。大家在9月下旬在自己绑定的时候，绑定成功后，就可以在最多加4个人进入你的共同绑定的这个账户里面。纸本的5倍券，各界是真期待讲，会当有较少的名额较方便使用。不过目前5倍券上少的名额也是200块，对消费金额无大的店头来讲，有关敢会当造钱的问题，行政院是尊重店头的决定。因为本来就是让店家不要受到这样的要求而为难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也希望说每个每个民众持这一个振兴5倍券在消费过程里面能够按照他们这个面额能够尽量消费，甚至再多加码的消费，这个是不可以强制要求店家一定非找零不可。国发会主委龚明鑫表示，去年3倍券上少的名额是200块，包括贩仔甲细间的店头，因的营业额拢有明显成长20%至30%。今年经济部会透过计划，按算提升细间店头数位化的能力，来解决造钱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那中央政府要发5倍券，连各部会也要推出优待券。亲像农委会农优券，今年是对一个250块增加到888块。各部会优待券拢伫咧同一个平台线顶登记，经过抽卡选出运气好的民众。行政院规划5倍券促进经济，各部会继续加注，农业券也搁上路，将名额为25提悬到888。头一阶段要提出88万的幸运儿，除了去年有出5种振兴券，即马搁加注，扩大到旅游、夜车消费，拢总有8款振兴券，拢以数位的模式发行。民众会当伫单一平台登记用抽签的，其中交通部头一遍出国旅券，要来刺激咱国内旅游。国旅券是用来购买旅行社所贩售的相关的旅游的商品，包括像说团体旅游的商品、个别旅游的商品、饭店的住宿，或者是游乐园区的门票等等都可以。交通部表示，一定投入20亿经费，用数位发行120万份国旅券，每一张1000，爱向旅行社购买旅游行程、饭店住眠、游乐区的门票。不过政策都还未上路，都有部分旅行业者伫批评。抽完之后，再让各个旅行社去报名，但是呢，这样子的话会造成就是大型的旅行社会吸走很多的客源。那因为小型旅行社的相对揽客能力没有像他们那么强。
也有经济部推出好习惯限量400万份，只要民众把所谓500元交参加抽签，都有机会得到名额500块的好习惯。会当伫糕饼店、夜市啊、市场这餐饮场所消费，规划以数位支付。会对外公告甄选，就是那个数位支付业者，然后可以让那个民众自己自行选择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绑定。另外，为了协助原民部落振兴，原民会原来头一遍出爱原券名额1000，中奖民众会当到原民会认证的手工艺品、农特产品店这些所在消费。也过小店面话无电脑，有立委提议应该都爱提出补贴，让小店面会当加入电子支付，让小店家他的钓竿装了鱼钩，可以勾住电子支付的消费者。请问政府你做不做？我们政府补1块，然后业者出1块。那现在已经做更动了，好，现在就是业者只要出1块，我们出4块，好，就是1比4。最高多少？最高补3万块。另外，有部分政党佫讲排付发现金这个诉求，因为疫情警戒还未降级，就惊讲一寡业者无法度吃到振兴券的大饼。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在咧财政会当的负担的情形之下，当咧研究要甲军公告起薪水，希望政府带头民间企业做伙来实行。劳动部长柯明春也讲，希望基本工资要往好的方向来行。不过，民间的企业代表就跳出来打动，认为抑个在咧领纾困的产业是真歹经营，无应该调薪水。基本工资敢有应该起？若要起偌济？有待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讨论，也毋过政府想淡出加薪方向球。我们整个国家整体经济形势、民间企业薪资水准、物价指数及政府财政负担多元考量下，让政府带头加薪，能够带动民间企业共同加薪的示范。政府带头加薪，劳动部长柯明春也发出希望基本工资往好的方向行。也毋过今年疫情冲击累死经济，5月中3期境界餐饮业佫开始市场，即马降2级，就算开放内容，生理也是无法度起来。业者无奈表示，即马连工资拢付袂出来，莫讲起工资咯。你看员工我都不敢请了，自己做了，那现在要调，那这要调，什么都调，那我们要怎么办？就连饭店业龙头中华集团董事长潘书良拢话伫要金的落去。根据经济部统计处上新统计，7月小卖业营收3015亿，年减幅度超过1成；餐饮业营收426亿，年减幅度约4成。不过台湾经济外在来对应，反过来看7月出口金额379.5亿美金，佫创历年单月新高。其中电子零组件146.7亿，自通信产品52亿，金属制品32.3亿，运输工具12.9亿美金。应该是要调整，但物价其实都是上涨的，那薪水其实基本上都没有成长的幅度。那劳工也受疫情影响啊，基本劳工是最辛苦的，因为底层啊什么之类，那我们也要照顾，所以我觉得都涨，就大家赚钱，我觉得。比较我3年基本工资起的幅度，2019年23100，起5%，时薪150块，起7.14%；过当年23800，也起3.03%，时薪158块，起超过5%。也毋过去年受疫情影响，月薪24000，时薪160块，过起0.84%。今年5个月月时薪起3%。年经济成长率高达5.8%，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预估大概1.7%。当这2个数据的年增率都很高的时候，你说要调幅小，我想劳工团体一定不能接受。学者表示，各国基本工资拢无依照产业别无同分开调起，过往也有月级甲时薪脱钩，服务业以时薪来计算较侪，建议时薪起幅度小，也是学韩国补贴薪资业者方式，希望达到劳资双赢局面。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个本土病例，6个带病入境，另外也有2个人死亡。甚至即马是有风声讲 BNT 疫苗伫9月初就到台湾，而且以外包装的因复必泰这简体字。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疫苗当时会来是也未确定，只要是原厂制作品质无问题，其他条件拢会当调停。国内新冠疫情拜四日新增加2例本土病例，个案分布是台北市、新北市各一例，拢是居家隔离期间经过采检了后阳性确诊。另外新增加2例死亡个案，拢有慢性病史。这2位在进入期间，进入这个检疫隔离，进入隔离前的采检都是阴性。
所以相对对社会的影响应该是很低。另外，也新增加6例境外移入的确定病例，其中1个是本国籍50多岁男性，为中国返来台湾，是国内头一个完整注2剂中国国药疫苗了后发生突破性感染。8月24号是发病日，所以要再往前推，就是说可能在入境前有感染，然后到这个潜伏期当中有出现症状。也是有媒体报道，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去澳洲摧毁的 BNT 疫苗有195万剂，会伫9月初转来，而且外盒包装有印复必泰的简体字。对这个代志，陈市长是讲，相关的报道甲事实无差真远，不过到会的日子是无确定的。指挥中心用3点钟就决定先抢转来才讲。台积电、鸿海，跟这个慈济这边有来通知我们，就是说，那这样子的一个瓶身或者这个外包装里面跟我们那时候的要求是不同，那我们是不是同意购买？那我们就同意，同意就是说还是认为主要这里面这是内容物最要紧。陈市长讲，无论是鸿海、台积电资助，政府甲民间做伙努力，甲疫苗争取回来，非常感谢。BNT 呢教会会优先安排12至18岁学生囡仔来注，目前偏向比较流行性感冒疫苗去校园来注射。另外，陈市长是讲，这段期间也有其他的抢牌疫苗的教会，只要确定，就会甲大家报告。记者综合报道。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自高端疫苗了后，出现不良反应的高达有18件，甚至有4个人是注射了后来死亡。头一个死亡个案目前已经有验尸啊，其他3个也等咧甲家属协调。另外，副总统赖清德按算伫明仔早起会去到台大病院注高端疫苗。国内高端疫苗开始自陆续传出有民众注了后出现不良反应，日落早起，彰化一名20多岁大学生伫注完高端疫苗了后出现骹手无力的症状，互紧急送医。休息的时候一开始是没什么问题啊，不过就是休息完大概20分钟左右，快要离开的时候，他人就显得比较虚弱无力，然后他表示有点那个头晕的现象，然后就靠在我们的卫生所的大门口。那我们的那个护理人员就赶快来帮他做协助。根据院方的了解，应该是这名大学生离午也无困好，佮加上早顿无食，出现心悸的状况。调大动了后，目前状况好起来，也毋过有缘需要观察。家人一对大约30多岁的翁仔某，23伫做完高端疫苗，24尾仔开始到25暗出现骹手无力等身体无爽快，2度前往病院就医，第2度就医，院方为了谨慎留院观察。根据指挥中心上新统计，高端疫苗日落拢总18例不良通报，开始自到今累计4例疑似注了后通报死亡案件，其中细粒作家已经解破完，另外3案由原等待司法送检，佮确认家属解破意愿。植入性作家的部分，目前的解剖的结果是主动脉剥离合并心包填塞的部分。时序上的关系会被民众当作因果性的关系，那这个东西呢不能一直在流传下去。民众毕竟他没有那么多的医学知识，所以一定要由政府有公信力的机关去把这个做厘清。指挥官陈市长表示，4名疑似注了后死亡的案件是分伫3个无同的批复，因为区域无同，注的疫苗也毋是同一个批复，所以目前无必要公布疫苗批复。副总统赖清德也要伫27早起伫台大医学院体育馆注高端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发恼到非洲地区会伫咱国内开始传，地方政府也加强加查走私鸦片。高雄警方伫23有查到2个查某人，因有16公斤对越南进口的鸦片。农委会昨夜证实到有产品检出非洲地区病毒，这也代表讲非洲地区的病毒恐惊影响到咱的台湾。塑胶袋内底装着一条条青的好友包肉，这是越南在地的食物。高雄林园分局23号查到2个女性，大约有16公斤，来自越南的牛肉干、鸡肉丝、甲好友猪肉等肉制品。想不到当中的好友猪肉竟然互验出非洲低温的病毒。高雄市政府来配合农委会的政策来追查下游厂商，然后由警政单位在我们大寮区来查扣。农业局动保处配合采样送验的所谓荷叶包肉大概300克熟食，被检验出有非洲猪瘟的病毒基因。柑仔店货架顶悬摆着真侪越南的泡面等食品，验出非洲低温病毒的好友包肉，就是对大寮这间柑仔店卖出去的。
但柑仔店嘛感觉家己真冤枉，因为肉片是透过面册买，一包140块。来自越南的头家娘，因为想故乡的滋味才会买，家己嘛有食。是剩1份，对，然后人家吃了4份，人家来就是最后一份，人家来买。我不是专门在卖，就这样子，我嘛唔知影。为防止非洲猪瘟，中央甲地方近期大动作查缉各地店家甲猪场。动保处提醒，网络卖即寡有非洲猪瘟的肉制品，可能涉犯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会当处15万以下的罚金。若走私安尼的肉制品，嘛可能面临7档以下有期徒刑甲300万以下的罚金。提醒民众唔通以身试法。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农委会副主委黄金城第2日表示，当咧考虑要宣布1个月内拢禁止用喷饲猪，实际施行的日期会另外对外来公告。一个坐台野岛，养猪牧野岛，饲料厂野岛。李处长甲饲猪的农民解说，非洲猪瘟恐怖的所在，新竹县总共有277场饲猪场，为了要预防非洲猪瘟，农委会按算最近宣布，在1个月的时间内底。禁止用喷来饲猪，就算煮熟过嘛袂使。饲猪的农民听到是感觉真无奈。这些要人力的话，是不是要多付出的那个成本？对，就谁补贴我？店家为了贪取便宜，去找那些进口的猪肉。那问题一点还是在于我们养猪，因为我们要跟他收厨余嘛。那你今天如果是说把店家的肉控管，严格稽查，是不是我们没有问题？农委会表示，未来1个月是关键期，除了禁止业者用喷来饲猪，目前嘛已经针对补助饲料成本进行讨论。病毒的已经进到我们的内陆境内了，而且已经进到我们的饮食系统里面去所以我们不得不。预先的要做一些事先的一个处置。实际管制的日期会搁正式公告，时间若是互人查到用喷饲猪，会照传染病防治法处罚5万块以上，希望有效保护本土的饲猪产业。记者对君和新竹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受到太平洋高压变强影响，中央气象局也提醒民众，未来这1礼拜全台湾的天气拢会热翕翕，特别是北部、桃园、花莲甲台东有机会出现36度的高温，紫外线的部分也会来到危险以上级数。过昼了后有机会落雷公雨，西部甲山区也有机会落大雨。中央气象局指出，为27到31这段期间，太平洋高压增强，全台湾各地是好天烧热。南投内陆一点的地方，花东的纵谷也经常出现36度的高温。太平洋高压势力比较强的这个情况，可能会持续到8月底。在这段期间，各地都还是要留意白天气温偏高的状况。气象局透早就发布高温的资讯。2日中昼迄卡到，花莲县唱国是柑仔色的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甚至无排除会出现38度的高温。台东县唱国、大台北地区、桃园市是黄色的灯号，嘛有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到2日早起10点为止，上高温出现伫台东县中滨乡是34度8，过来是台北天母34度2，苗栗造桥、台北内湖。甲桃园大园拢超过33度，外岛的温度是搁较烧热。最主要还是因为大环境如果是比较偏西南风背风面的这个东半部呢，相对会比较容易出现类似粉风的高温现象。风的强度并不是那么强啦，最主要还是因为高压笼罩。气象局提醒，因为台湾伫咧高压的边缘，早起是好天稳定的天气，不过过昼也是较会有雷公雨，搁加上偏南风，空气较潮湿。西部部的山区甲附近的地区，过昼嘛较会有雷公雨。27、拜5到后礼拜2、31，太平洋高压增强，高温会有机会升到36度至37度以上，会是8月份气温上悬的期间。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铁一直到车站这个路段，因为进前崩山影响通行，不过伫咧20也已经恢复通车路。但是伫今仔透早4点的时阵，台铁发现崩坑的结构有问题，会先甲铁轨路封起来。若准有需要旅客，台铁会派巴士来接人客。
自己车头内底游客是非常少，而列车开到这，阁要准备回头开往二水，因为自己线通往车站受到路线风偏影响，造成自己到车站之间停驶。不过受到疫情大雨影响，14号就已经停驶一遍，20号通车了后，无到一礼拜，伊阁再一次停驶，地方烦恼影响到观光。加上疫情。还有现在这个崩塌的状况，以及原本预计明年下半年就要开始的这个停线的作业，所以说我们这个地区的业者他们的这个旅游市场的一个寒冬，可能接近3-4年，是一个蛮长的一个时间啦吼。台铁工程车入去到崩坑，勘察崩坑边安全状况。这个月14号，因为直至到车站之间的边坡绑起，铁公路拢被砍掉，虽然伫20号认定结构，并无明显的受损，恢复通车。不过26号阁发现崩坑标继续积压的状况，如果再一次停驶，透过空拍来看，边坡土石大量绑起，下骹就是台铁直直线。2号佮3号的崩坑，台铁表示，因为山区还是有落大雨的状况发生，嘛有边坡再一次不稳，评估了后再一次宣布以封城的封路。邀请土木技师进去确认。好，确认以后才能够针对他的评估报告哈，我们做后续的治标治本的一个改善作为。边坡的上面是南投县政府哈，他们也要做一个正确的水土保持啦。台铁表示，就车结构技术进行鉴定，确认结构安全以及进行补强。医生发包了后，要6到8礼拜才会使动工。除了配合管府以前瞻计划来进行边坡的维护，嘛未至监控片面财政扩大，拢是希望会使今年来通车，片面观光阁受到冲击。记者南投采访报道。8月初时阵，南部伫咧落大雨，所造成淹水甲水崩山，亲像高雄六区田园厝体损断甲真严重。毋过，确实无达到救助申请的标准。公所表示讲，会找民间的慈善团体来协助受灾户。这间真旧的人家厝破一坑真大坑，会当真明显看到水崩山冲落来的土甲石头。厝的结构是损断了真严重，恐惊短时间内无法度修复，嘛无法度住人。互63岁厝主王先生常是有路无厝，当地里长赶紧甲倒碎厝，互伊先有所在通住。房子不堪居住了，因为在后来在租金方面，可能他负担会比较重一点。这个部分我们会跟里长、跟社福馆，还有一些日照中心的，我们再来想办法帮他减少他的负担。你看，比88风灾还严重。厝内规个拢是落高梅甲水，电器嘛因为进水报销，用几个工才整理清气。8月初超磅的大水雨，造成高雄6区几啊间人家厝积水淹水，甚至厝内有坐水崩山的土甲石头。受灾居民想要申请救助，煞去用拒绝，因为水崩山入侵的面积无甲厝的一半。楼地板起算达30公分，或面积达1/2。那这项补助是每户发给15000元，那由在地的区公所来进行认定审核。无论是水崩山或者是淹水，受灾范围拢要达到一定的标准，才会当摕到15000块的补助。浸水歹去的家具甲电器，拢都要换新的，所摕无补助，或者的灾民是感觉真失望。针对这点，区公所表示，会转介民间的慈善团体协助这个无达到救助标准的受灾户。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外国部队撤离阿富汗的期限只剩最后的6天。伫咧国际机场附近，也有1万多名等要离开的民众。美国、英国伫昨暗拢发布恐怖攻击警告，呼吁民众要赶紧离开机场，也呼吁外国人若准无代志，就尽量莫去阿富汗。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5甲媒体表示讲，72天以来，已经为喀布尔撤离超过82300个人，有要一半拢是富人人甲囡仔。若这2天，伫90只军机甲民航机的合作之下，嘛也有达到19000人的运输量。布林肯讲，伫规个乱糟糟的情形之下，敢若有美国会当处理甲这项遮尔大规模的任务。布林肯指出，上济还阁有要1500个美国公民滞留伫阿富汗，政府会想办法赶紧找到因。30日撤离的期限一个到，所有想要离开的美国人一定拢会当离开。塔利班公开甲私底下拢有答应讲，30日了后会提供安全的管道，让美国人、第三国家公民，还阁有危险的阿富汗人离开。《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当中指出，
中央情报局 CIA 甲国防部出动直升机甲地面部队，伫喀布尔内外地区做撤离美国人的秘密行动。美国国务院甲英国外交部25根据掌握到的证据，对喀布尔哈密德卡塞国际机场3个航站发布恐怖攻击的警讯，呼吁公民唔通越过，除非接到明确的指示，若无唔通去机场。It's hard to overstate the complexity and the danger of this effort. We're operating in a hostile environment in a city and country now controlled by the Taliban with the very real possibility of an ISIS-K attack. We're taking every precaution, but this is very high risk. 喀布尔机场目前是有5800个美军甲1000个英国军人伫保护。土耳其总统府发言人25表示，塔利班希望因伫外国势力撤离了后，留伫喀布尔对机场的营运提供技术性的协助。双方当伫就右路的部分做讨论。不过，这个讲法去互塔利班的发言人莫假虚实否认。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军伫咧8月31日前会撤离阿富汗，当地民众有真侪人也想要离开，已经有人离开顺利去到别国，也是有人等待别人的帮助。联合国的儿童基金会表示，有1000万名囡仔需要人道救助。世界粮食计划署也讲，即马有1400万人当咧遥寄失达。塔利班接管阿富汗各国持续撤侨的同时，符合签证的阿富汗人原来一直坐飞机出境逃亡。25一批阿富汗难民到美国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接驳巴士无用接送，因会互人先送去各地的军事基地收留。You happy to be here? Yeah, we're happy. What's next for you? We don't know. Yeah. What's it like to not know? I don't know what you do. Let's play. Focus on his studies. What's that? Focus on his studies. 美国拜登政府维持8月31日做美军撤离的最后期限，看到日子渐渐挖近，过6千个阿富汗人无顾到高温，伫喀布尔机场外等待，毋望有这个机会会当一个飞机离开。除了真乱，也甲一寡烧烟烧杀，佮传出现场卖食物甲水贵甲无合理。یو بوتل اوبه 10 افغانۍ 40 افغانۍ پورې بوتل اوبه خرڅېږي او خوراک اته لږ چپس پې پراته او وریځې خدا پرونی یا بلوزنی وریځې تازه هم نه دي په 10 روپۍ 80 روپۍ ډالر دی افغانۍ نه دي。这么侪狼狽逃难处境，互原本住伫美国的阿富汗同胞看到真唔甘着急，搁真生气。There are going to be tens and thousands of Afghans who are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leave safely. I have friends who are still in Afghanistan. I have an aunt and a cousin who are in Afghanistan and their families. And what we're hearing is that the situation is getting worse daily. West, especially Mr. Biden, did a big mistake to withdraw from Afghanistan. That's why we are suffering and paying for this humanitarian crisis. 喀布尔市区内银行暂停营业，商店领无现金，根本就无法度做生意。尽管塔利班表示银行会赶紧重新开放，也阁无宣布确定的日子。银行外人是排真长，民生物品像讲米粉是用由美价起价差不多10%至20%。10 million children are in desperate need of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nd without immediate action, 1 million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5 will be severely acutely malnourished. By the end of the year.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警告，阿富汗目前已经有上千万的囡仔真需要外界人道救助。世界粮食计划署也表示，过去几个月，战乱国加上可能影响阿富汗差不多1/3的人，也就是1400万人面临严重饥饿的危机，至少要200万美金的援助，才能当度过眼前的难关。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中国因为非洲猪瘟疫情，甲因国内猪灭掉差不多有900万只。中国也甲饲猪的规划拍算放伫咧阿根廷，伫遐投资超过20间大型的饲猪场。不过，这个计划却受到阿根廷当地环保团体抗议。最近也有风声讲，中国已经和阿根廷签约啊，一寡团体伫咧25搁再上街头抗议。数十名阿根廷的示威者赶围着猪头的牛皮痧面区，聚集伫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国大使馆外口抗议中资饲猪场计划。Que traen diferentes problemas. Primero, un problema socioambiental tremendo porque los cerdos contaminan las napas, contaminan el ambiente, generan nuevos virus que pueden terminar en pandemias porque
中国因为非洲地震疫情，破杀境内100万只猪。为了弥补真大的需求，找上阿根廷政府，准备伫阿根廷各地投资超过20座大型饲猪场，打造饲料饲猪屠宰包装一条龙生产线，有计4年供应中国市场90万头猪肉。原本今年8月就要签约，也毋过遭到真大的反对压力所延后。环保人士表示，工业化饲猪会用大量的水，目前全国大部分的地区已经发生苦旱。另外，也会影响农业，因为数千公顷产地将被迫改种基因暂时的番麦大豆作为饲料。猪的排泄物也会污染地下水。高密度养殖对动物啊无人道，也会带来人畜共通传染病风险，所以坚决反对。Llegó a nuestra región. Hace pocas semanas, en República Dominicana se registraron casos de peste porcina africana que tienen potencial, además, de mutar generando saltos zoonóticos, es decir, virus que pasan de animales no humanos. 西班牙爱会通讯社引用阿根廷环保人士的信息，其中阿两国最近已经低调签约，也毋过政府否认。阿根廷原本就是中国上大的牛肉供应国，也佮对中国输出大量饲料用的番麦等作物。也毋过猪肉产量无关，这几年阿根廷欠真侪外债，佮面临疫情造成的衰退，需要开辟财源，从何所当局强调一定会做好万全的环评。也毋过有关无法度消除人民的疑虑，关系新闻是非常便宜。伫咧台北市大安分局有一位姓赵的小队长去向检举讲，伊为着绩效甲钱交互嫌犯，佮再派人去甲伊掠倒转来。这件代志去互逼出来了后，检察官2日依照着伪造文书、抢炮弹、有管制条例等罪，甲这位小队长限以30万交保。小队长，证人和县民的证词都对你比较不利，你有没有什么想辩解的？对问题专庭无回应，检出地检署，伊是台北市大安警分局侦查队细条小队长，因为互分局发现疑似办案不法，无遵守正当程序，依请司法调查，幸后检方以伪造文书、抢破弹药、管制条例等罪嫌，下令30万交保。这个案的关系人，坚持指控，这个案的枪支是赵小队长提供他人，交付无性嫌犯后，再予以逮捕查办。本分局为求审慎，在完成调查后，已请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大安分局表示，今年3月，这名小队长接到枪击线报，抓到一名姓吴嫌犯非法持有改造手枪，事后却互人检举，是小队长主动交付枪击给嫌犯，才去掠人。疑似为了绩效，可能涉嫌自导自演。也不过对传播的讲法，小队长拢无承认。检察官会是点出警员追求绩效问题。就是大家为了那个成绩，为了那个分数，去做出了各种行为，反而忘记治安工作应该是怎样的，执法应该是怎样的，犯罪的侦查应该是怎样的。其实，警员过去为了绩效，真侪摆发生涉及违法办案。3年前，新北市有警员疑似偷改通知书散达日期，拘留车手到案，同款涉嫌伪造文书。这摆虽然真相有待厘清，检察官会也呼吁，唔通一直追求绩效，耍疏忽警察本分。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有大学生要共税处伫网络顶头找到一个厝头家，这个厝头家讲有真侪人想要甲伊税这间厝，你着爱先汇25000块来做押金，才会当看厝。结果大学生甲钱汇过去了后，这个厝头家就走到无看的人。大学生即阵才发现讲，家己去互怪去啊。讲到要税厝的过程，读大学2年细老的学生是感觉真无奈，因为毋但还未看厝，连落去的押金嘛讨袂转来。他们就要求说，那你们要不要付1个月的押金？那让你们先看房。所以当时我们就先付了1个月的押金，我们都上了台北了，然后他却突然跟我们说，他临时小孩子生病。这个细老的学生是读台北大学，甲另外2个同学做伙要合租一间厝。透过租厝的网站上到这间看到真水的大楼，用通讯软体甲讲伊家己是厝主的人联络。对方讲这间厝是真抢市。要求学生都要先汇1个月押金25000，就会当优先来看厝。这个学生车站汇款了后，想要看厝，不过这个厝主却是一直下体找各种的理由，买手甚至在通讯软体内底嘛找无这个厝主。因为我们只是一个刊登网络平台，确实没有参与实际交易过程中。那建议下次就是说，不要说就是提前有交这个押金的这个情况。
根据台中市警察局的统计，为6月到8月中，网络洗厝诈骗有12件，被害人大部分拢是少年人或者是学生。这假厝主并无公布伊真正的名甲住址，或者被害人无法度要求赔偿。消保官提醒，伫洗厝进前，就要实际去现场看厝，嘛要确认这个厝主敢有权利把这间厝租予别人。确认他是否为真的所有权人，或是他是合法的转租人。再来就是他必须要提供契约，让你先审阅。那押金一般都是在租屋的当时就一并的缴交，所以押金其实不应该先给。消保官提醒，除了确认厝主的身份，洗厝派的契约嘛有3天的审阅期，确认无问题了后才付押金。若押金上济袂当超过2个月，若是真正去拄到假厝主诈骗，都敢若会当用司法的方式来讨公道甲家己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体育署长张孝熙因为奥运选手坐经济舱的风波来辞职落台，今下晡是伊最后一届伫体育署召开会议，伊也针对着经济舱风波的问题向大家来回释的。我想缘起不灭，大家后会有期。再一次谢谢大家。体育署长任内最后一届主持例行记者会，张孝熙2遍行礼，表达感谢也甲抱歉。伊感谢同仁的努力，也甲媒体包容。伊向同学所有的后勤同仁回息的，因为辛苦全部互机会风波打消。在选手村里面，不管是教练、职员还是选手，总共458人确诊。这样高的确诊数据啊，我们每一天，各位知道，我们同仁。我们带领了180个人在东京，每天是忍辱负重。因为包机风波家己处分，准公中华队摕到2块金牌、4块银牌、6个铜牌，上好的成绩。张孝熙也是坚持登去第4代，担任1年，变作是任期上短的体育署长。伊也讲体育署会愈来愈好，虽然署长上来接，是副署长还是处长兼代，教部还未公布。不过同学即届表现真好，体育署宣布68个选手拢会当得到10万的奖励金。不管他有没有得名，也都付出了相当的多。尤其疫情又延后了1年，大家都闭门，然后也牺牲了休假，在做训练。那再争取这些参赛的一个成绩。按国共奖章规定，得到奥运前8名选手才有奖金。不过因为疫情的影响，会当得到参赛资格就真厉害啊！体育署头一遍奖励所有的选手，奖金全部由运动发展基金来支应。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嘉义县饲猪的数量大约有38万只，排伫咧全国排第5。为着要阻挡非洲猪这病情传入去嘉义县，县政府也专工成立联合稽查小组，除了稽查国内饲猪场以外，嘛针对着新住民所开的餐厅甲柑仔店进行宣导。移民署人员向新住民宣导，唔通使用中国进口也是台湾不明的肉类。卫生局嘛参警方来餐厅甲柑仔店稽查，看使用的肉类敢有违反规定。做多余的这个宣导，那让我们的新住民，还有我们的店家能够不要去接触到来路不明的这个猪肉制品。市售的一个有关在卖越南，不管是越南小吃或是越南相关成品的部分，我们也进行来稽查，大概有170家。除了稽查市面上的肉类食品，嘉义县农业处嘛针对县内277位饲猪场进行消毒甲视察。农业处表示，饲猪场的部分目前拢有符合规定。初步有发现3起的这个疑似违规案件，那经送验还好，我们的非洲猪瘟检验是阴性。嘉义县饲的猪大约有38万只，数量排全国第5。农业处呼吁，若是发生疫情，唔若影响猪肉相关产业，嘛会造成民生需求的问题。希望民众千万要了解问题的严重性。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目前，咱国内有超过4万只鸡卵，拢是饲伫咧一家笼仔内面。不过后边早伫咧2012年的时阵，就禁止用笼仔来饲两鸡咯。动保团体今仔日去到素食业者遐呼吁，希望讲企业爱来开始带动特产的养殖转型。穿鸡母衫伫咧素食店门口跳舞的时啊，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鸡母工会希望替全台湾超过4万只关伫咧 A4 size 笼仔内底的笼仔鸡来发声，要求台湾4大连锁素食业者麦当劳、摩斯汉堡、汉堡王甲肯德基爱重视动物福利，卖阁用笼仔鸡所生的卵。全世界已经有2000多间的企业都已经采用非笼式鸡蛋的，就是希望企业
可以跟上整个国际的趋势，重视人与动物健康议题。针对顶前四大业者拢有发声明回应，讲因有确实遵守台湾食品卫生法规，也确保食品有下安全标准。麦当劳是特别强调有顾虑动物福利，已经遵照农委会2021年上新修正的鸡卵友善生产系统定义甲指南，有含友善养饲的鸡农来合作。鸡农表示，除了企业支持，一般的消费者会当对产销努力来挺友善农业。除了土地会较大，因为设备嘛会较多，包括内底我会做一个环境的控制系统，控制温度，控制伊内底湿度。一氧化碳，互伊点仔内底伊是足快乐的。5年来有来申请迄个友善生产系统低利贷款的农户总共有36户啦，今年有5亿外安尼。经历疫情，消费者更加注重食材安全甲源头。台湾企业也小连续制定非人鸭养饲的采买政策，像国内伊企业宣布年底前全部停卖人鸭鸡所生的卵，也那Subway、家乐福、大润发等等，也拢承诺会伫咧2025年全面停卖，加速友善养饲转型。记者民进夏桂林台北报道。美丽华山桥场的劳资争议23即天总算达成部分的协议，签订协约啊。工会结束105天的罢工，劳资双方即马是约束每2礼拜开一届会，豆豆啊达成团体协约的共识。办宴会各办宴会庆祝。今年年初，美丽华开发公司因为公司分割，解雇部分山桥场员工，所伫工会发起罢工。23即日，劳资双方总算达成协议，包括双方会退回部分的诉讼。工会嘛宣布停止105天的罢工行动。那我们的协议包含说，参与罢工的被遭解雇的工会会员的复职，以及当时4月8日公司企业分割时不留任的。包含当时的理事长黄文正，对，以及说数名的会员，那我们都有回去球场。26早是5点，天也未光，工会成员做阵今日去山桥场准备上班。虽然劳资双方的团体合约也未签订，但是今麦已经达成共识，会每2个礼拜到新北市产业总工会开会，豆豆讨论团体合约。工会讲，目前对团体合约的方向有2个。在美丽华高尔夫球场工作，相关的。常务人员正职的人数应该要有保足到一定的人数的，也包含的是说，像如果有一些劳动条件变动之前，应该要先通知工会，那也要更提早的通知员工。山桥场的草坪真久无整理，已经生香菇啊。美丽华开发公司表示，山桥场目前当咧豆豆开放，会以拜6向会员开放部分球场做目标，规个整理作业可能要开1个月才有法度完成。记者郭国文、郑派文新北桃园报道。伫咧台中龙井林家古厝，伫咧104年时阵，互指定做市定古迹。不过，这个古迹范围挖出来范围内面有画着2块私人的土地。地主甲分租处官司是拍几多年，就被台中的高等行政法院判分租处败诉。不过，分租处即马是要重新启动新纪录，搁再引起地主的不满。昨仔夜破损杂草断西，无讲真少人知影，这是台中海线有名的龙井林体。创建人林永祥甲吴凤林家捌参加太平天国战争，这栋厝是罕看的雪山8条3间现建筑。因为年久失修，民国87年台中县政府捌认定无保存的价值。也毋过台中县市合并了后，民国104年政府公告指定龙井林体是市定古迹，划定古迹范围5370平方公尺，经过后代产权移转，目前有2块私人土地也划定伫范围内。他罔顾我们人民的这个权利，依然呢把它纳为全部都是纳为古迹。这是我最不服气的地方。也要拗去，文化局也要拗去，这我上不服的所在。两位地主认为，古厝只占地735平方公尺，无符合比例原则，提出行政诉讼救济。台中高等行政法院104年判文化局文资处败诉。判决书认为，公告无讲明规笔土地指定的理由，也无顾行政法上比例原则，应该撤销文资处有无共法律见解。法院其实他认为的不是说我们画太大的问题，他对于古迹的指定，这个是属于委员会的专业权
权者他是没有意见的，他是认为委员他们在做这个指定的那个理由里面，他没有明确去叙明说为什么要把这个范围划进来。地主指控文资处中起心机，找同一批专家划定同款的公告范围，就就表示司法判决。不过文资处表示，国际认定属于专业，专家学者拢是上高的公告范围的说明理由。其中几个委员要有做更换，但是大部分的因为都是属于文化资产界的专家学者，没有说抵触法院的这个他们的藐视法院这种情形。第二次的这样子一模一样的公告那确实是对于土地所有权人是一个他的财产权的一个侵害。唯一的方法可能就是可以提一个这个第二次的公告是一个确认是一个违法的一个行政处分的诉讼。文资处要建议地主文资法修法了后，未来高阶用地会当以用这类移转，而且是以市价计算，不是以即卖的公告地价。地主当时有条件答应，不过因为修法犹原是唔知什么时阵地主感觉互骗。这件看下20多年的土地纠纷，佮发生，恐惊双方拢想袂到。记者综合报道。日光剧团的舞台剧人间条件7，因为疫情渐渐放冷，9月初总算会当开放观众入场去看戏咯。不过这座位就要让位坐，一场敢若卖500张票尔。我欠面呢，已经拢害啊。自今以后，甲因无牵介。女主角听到翁婿不愿开大钱娶伊的代志，讲出藏伫心肝头真侪年的话，互观众的心情也感受真深。日光剧团人间条件7，我是一片云，日来进行义演，尽力演出剧中的角色。因为疫情影响，伫疫情简介降做日期了后，即马总算会当站上舞台，伫2厅院演出。觉得就是政府怎么规定我们就怎么做，然后一定要快筛，就是一定要快筛。对啊，大家都在后台，其实习惯了真的就好了。总共最后一句话，剧场如果没有观众，一点都不圆满。说你一份爱的礼物，我请你幸福。导演甲演员对疫情简介降到2集了后，总算伫2厅院上场。这是疫情关2厅院了后，戏剧院头一场开放大型剧团演出。因为考量到疫情取消8月9场演出，卖出去的将近12000张票，敢来当全部退票。真的是2厅院有史以来第一次会关门关这么久，大家都不能进来，然后就出现了人间条件7，在这个最需要它的时刻，我们就有了它，回到剧场来作为第一出。剧团表示，9月初3至初5会演出4场，因为考量防疫，爱人开济，每一场敢来当有500个。8月27中昼开始卖，了后爱看疫情的变化，规划其他场次来回应戏卖期待。记者综合报道。国家人权博物馆成立3档以来头一届换主题展览，用设备甲民众互动，呈现真侪白色恐怖时期的历史现场，甚至有真侪历史资料是咱用过毋捌听过代志。白底黑字写出白色恐怖历史现场这几字，国家人权博物馆自3档前成立以后，头一届换主题展览，特别用互动装置呈现亲像左翼案件的地图分布，嘛放入一寡军队内底较少人知影的代志。非常大的比例的政治受难者，尤其是外省籍的政治受难者，他们这些底层的士官兵，其实是在厕所写下一些涂鸦的文字。那这些文字当然很多都是，比如说反对国民党的一些，对他们来说算是一个不履行承诺的一些控诉了。这届展览分做3个主题，包括威权统治、政治犯甲警备分区，还佫有转向政治的文件、受难者数据等等，嘛加入促转会这几档的调查，透过受难者的记忆，消解台北市以外的不计规矩的空间是虾米模样。我们把每个空间搭配一个政治受难者的这个口述。然后让他透过这个口述带来的这个身体的感觉，比如说他们会强调说，当时这个空间，比如说很狭小或什么的。他最后这边是有一个很多遗书啊等等的，我觉得不管是任何政治立场的人，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能够透过这个部分感同身受。
国家人权博物馆表示，透过展览的整理，因唔那想要互参观者了解过去，嘛希望大家思考感情的人权议题，以及未来如何避免人权的侵害。记者提供文条随台北报道。有一位是伫咧越南大汉的桃仔，另外一位是最爱用台语念落皮王水源，爱念落皮也爱台语的这两个人，头一摆合作，就摕到宝鸡音乐创作的冠军。咱也赶紧来看因创作的过程。旋律听起来有够轻松，你无听唔到，这是越南语甲台语的 hip hop。创作者就是今年25岁伫咧台南成大读艺术研究所的王水源，也有今年22岁拄对政治大学毕业的桃子。歌名叫《寻人》嘛，所以我们其实是在寻找别人的时候寻找自己。桃子自细汉就伫咧越南大汉，妈妈越南人，爸爸是台湾人。伊到11岁时阵才开始学中文，一直以来，伊讲母语甲伊的 hip hop 音乐都拢是夹夹做伙。伫咧中华大汉的王水源也对家己的身份认同出发。伊讲一直以来对中华民国拢感觉真气愤，加在阿嬷细汉教伊台语，互伊有这副母语锁匙，通走出历史，认捌家己。所以，阮咧写的时阵，阮爱确定阮所要表达的思想，佮爱顾着押韵，佮爱顾着 flow， 就是伊听起来感觉，我拢是一边想一边写，一边查台语的字典。王水源便若有闲，就会伫咧房间浸伫咧 mix 的世界，希望用土地资本的乐器，甲各种的 flow， 记录家己所在的自由时代。伫阮这个时代享受自由的同时，阮嘛应该去了解伊是安怎来的，阮才有法度去了解阮家己，熟悉阮家己。Để đâu phải tôi là ai theo đúng thế nào là sai khi một thứ gì đó chỉ trong một nhảy mà take it slow mo， 所以quá nhiều rồi， 我觉得生命中不能缺少声音。母语创作是一定会继续的，然后创作是，它不是一个自己强迫自己要做的事情。我们是因为喜欢，所以才去做的一件事情。因为对母语的热爱，桃子甲王水源拢讲，定着会继续创作，互更较侪人听到母语诗行佮色拍的迄一面。记者阿敏芝、林小凯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5度到35度，中部地区对23度到34度，南部地区对24度到35度，东部地区对24度到33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26度到32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